林燕妮，即係冇理由你係做嘉賓，我同你握手㗎，咁樣係嘛？我都唔知你應該點，你想點啊？係啦，喂，我哋實在兩個人好少話同台出現，呢次好似係第一次㗎喎。我邊度有機會啫？各位都知道，黃霑呢飯可以唔食，風頭唔可以唔出，一揸住支咪呢，雷公劈都唔放嘅。不過呢，而家我同你同台啦，你唔驚你嗰啲風采、你啲光芒俾我搶咗去咩？有時做男人好難。咁你點解你寫小説嘅時候會話將你嗰啲最靚仔嘅男主角嗰啲風度翩翩、玉樹臨風嗰啲冚唪依黃霑做版嚟寫嘅呢？如果你咁唔滿意我，佢冇車大炮喎，係啊，我係用黃霑做版嘅，我將黃霑所有嘅特徵特點全部相反嚟寫。咁呢，我筆下就自然而然咁出咗好多風度翩翩啊、英俊瀟灑同埋好有魅力嘅男士㗎啦。咁可能啱嘅，例如佢寫嗰啲歹角嘅時候，冚唪唥將我啲性格相反晒，咁咪即係啲石堅啊嗰啲出晒嚟咯，係嘛？咁啊，為咗令你稍為不安呢，黃霑，我而家就要請一位真係英俊瀟灑嘅男士出嚟領獎，佢就係譚詠麟先生。譚詠麟係得到2張白金唱片，《愛人女神》同埋《精裝譚詠麟》2隻都係寶麗金唱片公司出品，恭喜你！恭喜你阿龍！仲有一隻，恭喜恭喜！似乎你真係好開心喎，阿倫。係啊，方向都唔係幾搞得清楚啦。因為好少可咁樣兩隻揦住噶嘛。係。多謝先嚇。我要多謝咧呢幾年來對我唱片鼎力支持，即係出錢出力嘅朋友，即係啦買我唱片嘅同埋寶麗金唱片公司。仲有我要多謝譚生同譚太，即係我老豆老母。因為我通常問下你媽咪啊。因為我通常揀啲歌咧，都係佢哋同我揀嘅。係咩？係。真係要問下伯母，冇見佢好耐，問候埋一伯先唔順手。OK，恭喜你嚇！黃霑啊！跟走落嚟，仲要頒多個。我跟住咧就仲要頒多一個獎，呢個獎會令你好開心嘅，不過唔係頒俾你喎。跟住上嚟領獎呢位小姐咧，佢唔單止把聲係非常之動聽，而且令到佢脫穎而出嗰一隻歌咧，就啱啱係黃霑你填詞同埋作曲嘅。呢一位我諗你唔使我講，你都會知道係邊個。呢位歌手上台領獎咧，就算佢唔係唱我嘅歌，我都好高興嘅，因為老實講啊，我哋呢行如果係冇啲新人接棒，冇啲後浪一齊同埋啲前浪咁樣滾滾而去咧，冇法子進步嘅。所以我哋我自己好開心係睇住呢位歌手上嚟領獎。係，你講得好啱，因為每一個行業咧都係需要一啲出色嘅人不斷咁出現嘅。我哋實際上係好歡迎出色嘅後浪。而家咧我就要頒獎俾雷安娜小姐。雷安娜係得到1張白金唱片《彩雲曲》，同埋1張金唱片《痴情劫》，係寶麗金唱片公司嘅出品。雷安娜，恭喜你！恭喜晒 Annabelle！ 多謝。我好高興可以再一次喺呢個頒獎典禮同大家講一聲多謝，多謝大家喺呢一年嚟對我嘅支持同埋鼓勵，多謝。最後仲要多謝就係黃霑先生，多謝你俾我嘅開始，多謝。我頒完獎㗎啦，我走㗎啦。咁啊，多謝你啊，林小姐。咁仲使唔使食一啖先？都好。